加油没？来加吧，伊年纪老点啦。我这个人加了你。你妈年纪老点没嘞？你来比嘛也没嘞？来开快点没嘞？对，来开快嘞。舅舅，您想的呀？哎呀。哦。这样拉吗？怎么说吧？哦，把啥东西吗？还空的。哦，那不是。我那上不回家去。哦。这个远呢。下来。我现在他没一个。来，这个你做，这个你做。教你了，够了吗？够了。真的是这个月的。啊。那你们不能回来那个？那个不能回来。啊，那等我。看，等我。等我。等我那家。我们是这个刚刚。